在被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和田地区莫宜县，一名警务人员透露，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的房屋大小都在50至70平米之间，每间房屋关押70人，非常拥挤，每隔2至3周才允许梳洗一次，居住条件非常恶劣。每个维吾尔人都在恐惧中度过了肉孜节。当局强行要求少数民族穆斯林过汉族人的端午节，并吃粽子。尼日利亚东北部波尔诺州16日晚遭遇自杀式爆炸和手榴弹袭击，造成至少34人死亡，18人受伤。内塔尼亚胡在美洲例行内阁会议上表示，首先，伊朗必须从叙利亚撤军；其次，以色列将继续打击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不仅仅限于以色列与叙利亚的边境地区，而是叙利亚的任何地方。内塔尼亚胡还表示，近日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相互通电话，讨论了地区局势，尤其是叙利亚问题。危地马拉救灾机构负责人表示，富埃戈火山自喷发至今，已造成至少110人丧生，192人下落不明，数百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召开记者会表示，美韩军事演习是对朝鲜的一种挑衅，且不合适。美国将取消美韩军事演习。外媒消息，这番话或是特朗普临时起意，结果不但引来美国政客批评，也让未能提前获知的韩国不知所措。期间，一则误传的假消息还引起了美国国会的一度混乱。